Hello，各位琴日大家好啊，歡迎收睇新一集嘅哈利買級。今個夏天暑假嘅一個轉會窗啦，對於我哋利物浦嚟講呢，算係一個非常活躍嘅一個夏天啦。對比起以往幾年呢，其實我哋今年嘅收購呢，亦都非常之迅速啦。個進度亦都算係幾超越大家嗰個嘅想象嘅。因為目前嚟講呢，其實我哋已經簽咗2個閘位球員啦，亦都簽咗我哋重磅嘅收購啦，進攻中場嘅域斯，同時間亦都簽咗幾位門將啦。其實喺上年完季之前呢，一路都有消息指出呢，其實我哋今個夏天呢會係作出唔少嘅收購，或者有幾個球員會買入啦。當然同時間亦都會有球員離開。正如喺雲迪克嘅續約之後呢，佢都有講呢，相信球會會迎接一個逼心啊。所以去到目前嚟講都未去到7月呢，已經作出咗幾個嘅收購呢。亦都兌現咗我諗球會啦同沙拿同雲迪克續約嘅一啲嘅承諾啦。但係今集呢會繼續研究下或者繼續跟進下呢，就係前鋒嘅問題啦。其實之前我出過一條片就係關於嗰個嘅前鋒嘅情況啦。列出咗3個人選啦，分別就係紐卡素嘅伊薩啦，呢個法蘭克福嘅伊基迪基啦，以及係效力拿波利嘅奧森漢啦。今集咧會集中講下伊薩嘅情況，因為其實近呢1個禮拜度咧都有唔少嘅消息咧，繼續係即係展開我哋對於伊薩嘅追求啦，又或者係究竟呢單 deal 咧最後會唔會成事呢？經過呢條片咧會同大家講下啦。大家都知道咧，其實一單轉會就唔係咁簡單啦。經過有好多細節上嘅嘢啦，亦都係買賣雙方啦，以及就係球員啊、經理人等等咧，好多唔同方面嘅嘢咧，要即係配合咗啦，大家達成協議啦，最後先可以促成一單轉會嘅。伊薩呢單 deal 咧，其實我哋一路都話係好想追求呢一位球員，又或者係好想買一位嘅前鋒啦。經過呢條片就逐樣同大家分析啦。首先啦就3方面啦，當然係我哋利物浦啦，賣方嘅紐卡素啦，同埋球員方面伊薩啦。首先講我哋先吓。喺利物浦嘅情況咧，就係其實我哋知道啦 ，Slot 咧本身佢喺而家目前陣容嚟講，擁有紐尼斯、祖達同埋基艾沙啦。我擺埋基艾沙落去，算係一個前鋒嗰個位置，即係9號位可以打嘅球員啦。即係話其實佢手上咧係有3個嘅前鋒可以用。但係我哋知道咧，其實紐尼斯咧去拿波利嘅情況應該都係接近完成啦，又或者係同利物浦同拿波利嗰啲都傾緊啦。所以咧紐尼斯離隊嘅機會都非常之高。另外基艾沙同樣地啦，因為下年有世界盃啦，所以基艾沙亦都係需要離開咧，尋求嗰個上陣嘅空間。所以基本上咧，其實會有2個前鋒離開。至於祖達嘅情況咧，由於佢嘅傷患始終比較多。同埋就係話咧，如果2位前鋒相繼離開得翻祖達一個咧，其實我哋就唔夠前鋒用嘅。Slot 喺上個賽季咧一路都有提及過啦，就係話其實佢自己 prefer 咧就係有一個嘅正前鋒，即係個9號位球員。多於就係話咧，可能有時用 Diaz 去客串啦，或者係咧用一啲本身唔係打開正前鋒嘅球員客串。所以你可以見到咧，其實本身 Slot 喺佢自己嘅足球理念上邊咧，佢係想要一個9號位嘅球員。而且亦都講過啦，由於有幾位嘅攻擊球員，特別係紐尼斯同埋基艾沙咧，好大機會離開嘅情況下咧，其實我哋係需要咧買一個嘅新嘅前鋒。而之前亦都有消息講啦，雖然我哋已經買咗幾個球員啦，已經用咗差唔多係2億英鎊呢一個錢去收購啦。但係咧，亦都有指出就話其實過咗7月啦，即係過咗6月30號，去到7月之後咧，其實就會有另一個 PSR 嘅年度啦，即係因為 PSR 就3年計一次啦，亦即係話咧，其實好多球會咧亦都重生啦，我哋會用呢個字啦。利物浦咧，其實喺嗰個嘅能夠用嘅資金上邊咧，喺資料上面就話仲有200M 係可以用嘅，即係仲有2億英鎊左右呢個嘅錢咧係可以用到。亦都唔會影響到嚟緊個 PSR， 所以話咧，其實我哋本身個財政狀況非常之好啦，亦都係有足夠嘅轉會資金咧，係俾球隊去買入我哋嘅新前鋒啦。當然啦，即係除咗買前鋒之外咧，其實我哋仲需要買中堅咁，因為咧就昆沙將會離開啦。同時間咧，我哋亦都其實本身中堅嘅位置咧，亦都需要去補強。即係話咧，就算我哋有大約2億英鎊可以再使嘅情況下咧，其實我哋需要買多2個嘅球員。而最近嘅消息就話我哋對水晶宮嘅古希非常有興趣啦。我諗過單交易咧，大約係介乎4000至5000萬鎊度咧，係可以完成。亦即係話咧，我假設我哋有2億
英鎊可以用啦，咁用咗5000喺古希嗰度咧，咁即係話其實我哋仲有1億5000萬鎊呢一個嘅資金咧，係可以用嚟買呢個伊薩啦，或者係其他前鋒嘅一啲人選。咁講完我哋自己啦，咁我哋嘅即係我哋作為買家啦，咁即係其實我哋睇到咧，我哋而家係有足夠嘅彈藥咧，係可以向任何一位前鋒去買。咁當然係講緊唔係一啲好貴嘅前鋒啦，即係例如夏蘭特咁樣，我哋當然係冇咁多錢可以買到佢翻嚟啦。咁但係我相信伊薩又或者甚至之前講過伊基迪基啊，或者係奧森漢呢，其實我哋都有足夠嘅錢咧可以買到佢。咁而講咗買家啦，即係講完我哋之後啦，咁當然要講下賣家啦。咁賣家就係紐卡素。咁紐卡素方面呢，其實佢哋今年呢，雖然入得翻歐聯啦，咁亦都係叫上一季叫做努力嘅情況下啦，能夠攞得翻嗰個嘅歐聯嘅參賽資格，其實對於佢哋嘅 PSR 啦或者個財政狀況係非常之有大嘅幫助。咁因為咧，其實入得翻歐聯之後咧，其實佢哋會多咗大約係7000至1億英鎊呢一個嘅收入。咁無論係轉播費啊，無論係球場嘅門票收益等等咧，即係好多唔同嘅資金亦都會經歐聯呢個嘅賽場上邊可以攞到。咁但係咧，因為佢哋今年其實夏天咧都需要喺幾個位置咧作出一個嘅補強。咁特別係咧就係門將嘅位置啦，以及就係話前鋒咧，其實佢哋都需要買。咁因為咧門將其實本身Nick Pope 同埋呢個杜巴卡咧本身亦都唔係一啲好穩定嘅門將，咁所以其實咧一路佢哋都想買門將啦。咁另外前鋒方面咧，Even 除咗有伊薩之外咧，其實 Callum Wilson 咧亦都係冇續約，咁已經完約走咗㗎啦。咁所以其實佢哋亦都需要買前鋒。咁佢哋目前嚟講咧個 target 就係白禮頓嘅 Joe Pedro。咁但係咧之前佢哋出咗大約6000萬鎊呢一個價錢咧，亦都俾白禮頓 reject 咗。咁即係話咧，其實你要喺英超嗰度買一個比較有質素嘅前鋒啦，譬如例如祖奧柏度呢啲咧，你冇6500至7000咧，其實亦都唔會賣俾你嘅。咁除咗門將同前鋒之外，其實佢哋亦都要買後防嘅球員啦。咁所以你見到咧，其實紐卡素雖然佢哋入得翻歐聯咧，有一啲嘅資金補充咗，咁但係其實佢哋仍然喺幾個位置需要補強。咁而資料亦都講啦，其實佢哋今年嘅 budget 咧就大約係1億2500萬鎊至1億5000萬鎊呢一個嘅 budget 喺今個夏天嗰度收購。咁雖然我哋知道佢哋有沙地嘅財團咧，即係佢哋 owner 喺度啦。咁但係因為而家 PSL 嘅情況咧，其實你就唔似喺10幾年前曼城或者車路士咁樣可以任意使錢嘅。就算你本身有好多錢，即係個 owner，但係亦都唔係話咧俾你係狂使錢都過到個 PSL。咁所以有好多掣肘嘅情況下咧，其實紐卡素係需要面對啦。咁消息咧，其實亦指出啦，紐卡素就想留伊薩嘅，咁佢就已經係叫做準備一份新嘅合約俾伊薩啦，咁就將佢嘅人工咧由12萬鎊咧就提升到球隊嘅頂薪咧就15萬鎊。咁球隊入邊咧，紐卡素咧如果頂薪嘅兩位球員就係中場佢哋隊長嘅班奴古馬雷斯啦，以及就係東拿利。咁其實如果將呢個伊薩咧亦都係加到15萬鎊咧，咁即係話其實佢哋三個咧就係球隊入邊嘅頂薪球員。咁但係我哋知道啦，即係紐卡素始終唔係每年都可以好穩定咁得到歐聯嘅資格，咁所以其實佢哋對於嗰個薪酬嘅開支咧係收得好緊嘅，同埋唔似好似譬如我哋阿仙奴、曼城等等咧，佢哋唔夠膽立亂將球員嘅人工加得好大，因為如果你譬如今次你續咗伊薩15萬鎊，咁可能古馬雷斯或者東拿利又會同球會講話我又需要加薪等等啦。咁呢一個亦都係紐卡素會面對嘅問題。咁同埋就係話咧，其實佢哋係咪真係視伊薩為非賣品呢？咁我哋其實想起23-24年球季，當時我哋同紐卡素亦都傾緊Anthony Gordon 嗰一單嘅轉會。咁有消息亦都同時間就講呢，其實紐卡素亦都有同我哋叫做拋售呢，就係伊薩，因為當時佢哋面對住一個 PSL 嘅困難啦，咁佢哋需要賣球員咧先可以過到嗰個 PSL。咁最後當然佢哋變賣咗某啲球員，又或者同森林做咗一啲交易下咧，就解決咗個問題。咁而哥頓嗰單 deal 我哋亦都係 turn down咗啦。最後伊薩亦都冇同我哋去做交易啦。咁但係喺呢件事上面，你會見到咧，其實伊薩喺紐卡素眼中咧並唔係一個非賣品。咁而今次咧，相信你見到即係假設利物浦出到去150M 至200M，甚至係話呢一啲嘅價錢咧，
呢，其實對於紐卡素嚟講係非常吸引嘅，因為如果你將佢哋陣中嘅王牌射手以一個高價賣出呢，咁而呢啲資金呢，除咗可以幫到佢哋嘅財政狀況之外呢，亦都係可以俾到佢哋嘅領隊呢，艾迪賀維呢，係有更加充裕嘅資金呢，去喺每個位置上作出收購啦，令到佢哋喺嚟緊個球位啦，無論聯賽呢，以及歐聯賽場上邊呢，係有機會即係行得更遠啦。咁你行得遠啲喺歐聯上邊，咁你自然多咗收入啦。咁而講完賣家紐卡素方面啦，咁啊最重要其實一點咧就係球員本人啦，因為我哋知道咧，而家好多單嘅交易咧，就算兩間球會達成到嗰個轉會費協議之後咧，其實球員嘅意願咧，亦都係會好影響咧，最後能唔能夠成事。咁啊，首先講下伊薩啦，咁其實佢本身咧而家喺紐卡素嚟講咧，仲有3年嘅合約。咁而家佢就25歲啦，咁其實去到即係過咗夏天之後咧，就會踏入26歲。咁你話對於一個即係25、26歲嘅球員嚟講，佢而家目前踢紐卡素咁啊，一定係球隊嘅正選，必然嘅正選前鋒啦。咁但係佢以佢目前嗰個嘅走勢咧，假設佢有機會係去到大球會，即係話去到譬如利物浦、阿仙奴呢一啲嘅級數嘅球會咧，其實對於佢嚟講係吸引嘅，因為始終咧。你紐卡素就算你踢得幾好都好咧，始終佢哋都唔係一隊真係所謂頂級嘅班霸球會。咁好多時你如果話要再即係將你嘅職業生涯再推高一格咧，咁你就必須要喺你嘅黃金年齡嘅情況下咧，就轉會一間更加具級數嘅球會。咁利物浦絕對係合乎到佢嘅要求啦。咁另外就係話咧，其實佢之前亦都講過咧，佢由9歲之後咧就已經係利物浦嘅球迷。咁當然啦，我唔知道佢係因為乜嘢原因或者係點解會成為利物浦球迷啦。咁呢個亦都冇一個再具體嘅資料啦。咁但係我相信對於佢嚟講咧，即係如果佢目前可以揀留喺紐卡素或者去利物浦，或者係轉會嘅情況下，我覺得利物浦係其中一間佢會選擇嘅球會。咁再者咧就係話，佢其實都想即係踢更多嘅歐洲嘅賽事啦。咁雖然請講咗紐卡素下年有歐聯啫，咁但係你難保係嚟緊嗰幾年佢真係有機會冇歐聯踢，甚至可能歐洲賽都冇嘅。咁如果你話喺呢一刻其實利物浦即係出咗一個好嘅 offer 俾佢，例如將佢嘅人工加到18萬鎊甚至20萬鎊，咁對於佢嚟講亦都係一件吸引嘅事啦。人工加咗啦，同埋又可以踢歐聯嘅賽事，甚至有機會即係假設你歐聯贏咗，你甚至可以踢歐洲超霸杯啊，或者係嚟緊級 World Cup 都唔定。咁所以呢，其實喺幾方面你都見到呢，如果呢一單 deal 真係達成即係共識啦，兩間球會啦，球員自己本人嘅意願亦都肯嚟利物浦嘅話呢，其實呢單 deal 最後成事嘅機會係有嘅。咁亦都講咗就係話，對於伊薩嚟講呢，佢自己本人啦，即係唔計球會佢哋講嘅所謂轉會費啊，點樣去達成嗰個嘅交易啦，淨係講伊薩嚟講呢，我覺得如果利物浦肯出手嘅話呢，佢係願意加盟我哋嘅。咁啊，頭先咧都用咗一啲篇幅講咗即係買賣雙方同埋伊薩嘅情況啦。咁啊，我哋叫總結翻一啲嘢啦，就係話究竟最後呢一單 deal 係咪真係會成事，又或者係中間有啲咩嘅關鍵位呢，先可以令到呢單 deal 係可以成事呢？咁啊，第一樣呢，我覺得最重要呢就係伊薩需要同紐卡素講呢，佢想轉會。咁因為呢一路都有消息講，其實紐卡素就無意賣走佢啦。咁如果即係球會本身無意賣走佢，咁就算我哋利物浦啦出幾多錢都好咧，其實亦都唔會成事。咁除非一個關鍵位咧，就係伊薩主動同紐卡素講啊，我想轉會。咁紐卡素咧就會因應即係球員呢個意願咧，就展開同利物浦談判。咁我首先呢一樣就係其中第一樣嘅關鍵啦。咁第二樣咧就係話，當譬如伊薩真係同紐卡素講啦，啊我而家想離開轉會利物浦。咁而喺利物浦方面，我哋要做啲咩咧？咁首先就係究竟我哋要知道，喂，我哋係咪真係會買呢個球員先？咁因為就算而家伊薩話我想走啦，咁原來最後利物浦係我又唔想買佢，或者我都唔想出錢嘅，咁其實都唔會成事啦。咁但係我哋知道呢，其實我哋要一個前鋒選擇係咪真係好多呢？如果你話一定要買一個英超 proven 嘅前鋒呢，其實我哋選擇係唔多嘅。咁當然除咗夏蘭特之外呢，其實其餘嘅前鋒，例如譬如屈堅斯，例如係水晶宮馬迪達，雖然佢哋都係一個唔錯嘅前鋒，咁但係
礙於年紀嘅關係啦，因為其實屈堅斯同馬迪達都去到27、8歲甚至29歲咧，咁其實唔算太合乎我哋要求。咁我哋其實想買一個叫做黃金年齡嘅一個嘅前鋒啦，其實伊薩就合乎呢樣嘢啦。咁第二就係話 OK， 假設你話想買一個 proven 嘅前鋒，咁但係唔一定係英超揾啫，我哋可以喺其他聯賽揾噶嘛。咁其實艾華利斯本身都係一個嘅選擇啦，咁其實佢都係25歲，咁但係由於咧馬體會嗰邊其實就唔想賣啦，咁同埋隻球員自己又冇特別話想走，再加上咧其實就算馬體會壞咧，佢哋都唔會係好平賣俾你嘅，甚至就係話咧佢哋係要求咧係艾華利斯嘅 release cost 咧，即係500M歐羅咧先肯賣，咁呢個價錢基本上冇一間球會會俾嘅，咁而喺個難度上邊咧，艾華利斯絕對係會比伊薩咧更加難買。咁而另一個人選當然啦，伊基迪基啦，法蘭克福嘅呢位法國前鋒，咁之前亦都大約講過下佢嘅情況。咁雖然佢咧其實就要買嘅難度咧相對地係低過伊薩，咁但係咧始終佢就唔算係一個 proven 咗嘅前鋒，即係仲要時間咧俾佢去即係一路去進步啦，同埋就係始終佢未試過打英超咧，其實好多嘢都要即係有個 risk 喺度嘅。咁究竟如果你話呢啲伊基迪基都要成億嘅情況下咧，咁我哋更加唔會就話用一個咁高價錢買一個未叫 proven 咗嘅前鋒。咁綜合咗即係呢幾個位啦，其實伊薩就係我哋叫做唔太多選擇之中咧係嘅最好嘅選擇。咁價錢方面啦，請提及過究竟 150M 至 200M 呢個價錢係咪真係我哋會負荷到先？咁我覺得咧，其實我哋最終咧應該當然會同紐卡素傾個價錢啦，亦都唔會話我直接掟 200M 出嚟就買佢啦。我相信咧，我哋一定係好似域斯個單雕咁樣咧，就經過可能3-4次嘅報價咧，先至有可能達成共識嘅。咁之前有講過利物浦咧，其實已經就叫做初咧，即係叫做諗咗個方法，就係用 100M 英鎊咧，再加祖達咧去嘗試探下紐卡素啦。咁但係咧喺艾利諾啱啱喺 U21 嘅出色嘅表現咧，亦都傳出紐卡素其實對佢有興趣嘅。咁會唔會就係可能另一個情況咧，就係出100至 120M 呢個價錢，再加艾利諾去傾下呢單 deal 咧？其實我覺得幾個方面咧都係有可能，因為始終你話真係掉 150M 至 200M 去買伊薩咧，我覺得我哋未必會肯嘅。原因咧就其實都係嗰句啦，即係年紀啦，以及係佢嘅受傷情況咧，其實都係我哋其中一個擔憂啦。咁年紀方面咧，雖然佢就而家25歲啦，夏天去過咗夏天之後26歲啦。咁喺我攞咗近10年嘅一啲資料咧，其實我哋要買一個 over 24歲嘅進攻球員咧嘅次數真係好少嘅，因為其實FSG 一路都喺呢一樣嘢上邊都叫做控制得幾緊嘅，就係話咧，如果我哋需要買一啲進攻球員啦，特別係個價錢係偏貴嘅話咧，其實我哋係有個限制咧，就係要24歲以下嘅。咁呢樣嘢咧就係喺即係之前嘅一啲嘅資料上面睇到啦。咁譬如我哋之前喺過去10年啦嚇。如果你話買超過24歲嘅球員咧，當然有嘅，但係都唔多啦。如果你話喺進攻球員方面咧，其實咧就係有3個啦。咁啊，分別就係2017年，其實我哋買沙拿嘅時候咧，佢就已經係過咗24歲㗎，係25歲嘅。咁去到2018年，我哋買咗沙基利啦，就佢當時27歲啦。咁但係沙基利其實都係千零萬磅。咁另外咧就係我哋啱啱上年買咗基艾沙，咁佢就26歲啦。咁即係話其實咧喺呢3單挑入邊，除咗沙拿即係挨住4000萬磅個價錢，相對地比較貴之外咧，另外沙基利同埋基亞沙都係講緊一啲千零萬磅嘅收購，價錢嚟講唔算貴，所以喺即係球會眼中咧，嗰個 risk 就唔會好高啦。咁但係去到今次佢係過咗24歲嘅情況下，要用一個咁貴價錢買伊薩，究竟係咪真係？即係老闆啦，或者 owner， 或者甚至我哋轉會團隊咧，係批呢一單嘅 deal 咧。咁呢個就相信就係要睇下 Michael Edwards 嘅嗰個情況啦，因為佢絕對係需要同 FSG 嗰邊去交代啦，點解要用咁高嘅錢買佢。咁當然我諗如果我哋最後係
會買呢個球員，其實 Michael Elias 亦都係即係睇晒所有數據啊，亦都係做晒所有分析啦，同 Slot 嘅團隊亦都係傾好晒點解我哋要買呢個球員，點解用咁貴嘅價錢買佢，佢將會帶到俾球隊啲乜嘢啦，或者係令到球隊嘅成績會有進步啦，先至係可以咧令到我哋嘅 owner 咧會批呢嚿錢俾佢嘅。相信呢，就算如果呢單交易真係會實行嘅話呢，我亦都覺得要去到7月中啦，甚至7月尾呢先會發生。咁因為嗰個金額實在太大啦。咁如果你話喺嗰個嘅轉會費上邊，我覺得兩間球會亦都會經過幾次嘅談判呢，先至可以達成最後嘅協議嘅，或者甚至可能加一啲球員落去啦。上季嘅聯賽盃決賽之後，雲迪克同埋伊薩嘅一個交談啦，究竟會唔會係呢單交易嘅先兆呢？咁我哋拭目以待啦。咁歡迎大家講下你對伊薩嘅意見啦。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